好，歡迎大家嚟到呢一個嘅住家財經，今日就2025年尾嘅最後一集啦，29號啦已經。咁啊，今日就同大家講啊，2026年啊，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五大風險逐個數。咁啊，赤馬紅羊一句到尾，係咪講埋2026年？即係有啲乜嘢要提示下大家咧？有邊5樣嘢要逐個數咧？咁今日就交俾你啦。好啊，嗱，咁就即係聲音畫面冇問題啦嚇，假設啦，咁啊嗱，即係每年咧，其實就嗱，我睇翻咧好有趣嘅嚇，睇翻以前咧由呢一個嘅2021年、22年、23、24都好啦嚇，即係過去嗰幾年咧，咁啊有提過咧就話啊，即係每次去到年尾咧，其實就本來咧就係 for VIP 嘅，每次去到年尾咧。就大家都會問啊一句咧，就話喂，你咪好習慣好興咧，就扮晒智者咁樣，係講一句説話咧，係 for 嚟緊嗰年嘅即係預測又好，總結又好嚇，即係等等等等啦咁樣。咁嗱，即係我睇翻以前咧，其實就係以前我都曾經講過類似嘅説話，就啊，即係以前講呢一個嘅一句到尾咧，即係 for 呢一個嚟緊嗰年嘅一句到尾咧，就亂咁噏嘅啫。基本上係亂咁噏嘅啫，但係咧就發覺，即係我曾經亦都用過啲例子，就話好似老花咁啊，睇遠嘢咧就越嚟越清楚，睇近嘢咧就越嚟越朦嘅。咁就話俾大家聽咧，當即係人大咗啦，或者 follow 開呢一個頻道嘅人咧越嚟越多嘅時候咧，或者時間越嚟越長嘅時候咧，就開始好容易咧就揾翻啲舊嘢嚟講啦，就話咦你嗰一年講過啲乜嘢喎？你前年講過啲乜嘢喎？有啲就亂咁噏嘅喎，有啲咧咦似乎啱啱即係你又扮晒有玄機咁樣，好似即係呢一個嘅六合神算嚇，六合彩嘅報紙咁樣嚇，即係你梗係中嘅嚇，三支樹枝嚇加五隻雀仔，肯定中咗35啦嚇。但係原來五隻雀仔裏邊有兩隻腳嘅，咁啊35再加10就45啦，等等咁樣去到最後咧就任你詮釋嘅。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就算係亂咁噏都好，開頭亂咁噏都好咧。咁但係開始發覺咧，越嚟越多人咧就覺得，好似都想聽下睇下究竟呢句説話係講咩喎？咁所以咧，我亦都睇翻以前即係過去嗰幾年咧，有少少嘅總結。究竟我講咗啲咩咧？好啦，咁而家咧大家見到封面咧就話2026年啊，咁啊嗱，即係先講咗個結論先。咁啊當然啦，大家如果冇興趣嘅話咧，可以就此打住啦。咁2026年嗰句説話係咩咧？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咁當然啦，即係原本嘅原文咧就波蘭嘅即係作家嚟嘅。咁去到二戰之後咧就改咗成為呢一句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咁啊本身嗰句説話咧就係沒有一片雪花咧覺得自己係有責任嚟嘅。咁亦都唔係呢一個英文嚟嘅。咁好啦，咁呢個究竟點解2026年會講呢一句咧？咁陣間會慢慢佢同大家講嘅。好啦，去到下一幅圖啦。有一幅圖咧，咁亦都即係講俾大家聽啦，就係話俾大家聽，即係呢一個嘅即係以往2020年2021年究竟講咗啲乜嘢咧？其實大家見到咧，就係2020年嘅時候咧，就講一句説話唔使驚嚇。咁點解咧？即係揾得即係盡量揾翻，因為其實有啲咧都時空錯亂，究竟係咪即係20年講啦，定21年講咧？我盡量去揾。OK，2020年咧講咗句説話就咩咧？唔使驚。咁但係咧，通常咧我講咧就話，淨係講一句説話啫。咁有陣時會有個即係有個詳細嘅解讀啊，或者進一步嘅展述係咩咧？唔使驚。跟住下一句係咩？因為你驚都冇用。當時講嘅説話係咁嘅意思。喂，咁都講緊，喂，都成5、6年前講嘅説話啦，發生咗嘅嘢啦。咁點解會話即係唔使驚咧？因為驚都冇用咧，就係大家知道啦即係2019年發生嘅社會事件之後，咁你2020年大家都好擔心、好憂慮即係個世界變咗，個社會變咗，咁同大家講一句説話，唔使驚因為咧所有你憂慮嘅嘢，第一喺你嘅腦裏邊發生，第二就係你係控制唔到嘅。當時我嘅對整體社會嘅變化咧，無論好又好，唔好又好都好啦。即係你基本上我哋作為一個嘅星斗市民，又或者住家財經嘅聽眾觀眾都好咧，
你驚係冇用嘅，你發生嘅所有嘢咧都唔到我哋去控制。呢個係2020年講嘅説話啦。咁當然啦，去到2021年咧，呢兩個咧有機會時空錯亂㗎。但係2021年講咩咧？就話儲定半年嘅糧。咁當時咧其實已經2020年咧已經係有呢一個嘅疫症㗎啦。因為我唔記得咗係兩邊係邊啦，可能有機會係倒轉。咁咧當時係發生咗疫症嘅，咁疫症嘅時候係點咧？就話俾大家聽，即係你都要儲定半年嘅糧啦，因為即係嗰個嘅疫症未必係咁短時間會搞掂嘅。咁當時講呢句説話啦。好啦，我哋去下一幅圖啦。一幅圖咧就係原來2022年咧，有啲觀眾咧或者有啲 VIP 咧同我講翻你嗰個嘅即係走過必留下痕跡都講咗好多年啦。原來有啲觀眾甚至乎話你2023年講嘅原來唔係即係我睇翻咧真正咧係2022年咧，即係講2022年嘅年頭咧係講成個2022年咧嗰句説話咧就係 for 呢一個2022年。咁當時講咩咧？又好有趣嘅。咁我當時即係我睇翻條短片啦，即係大家都睇翻4年前嘅短片咧，講咩就話其實咧我係講咧2018年咧其實就開始咧就好少用1年2年咧去睇個事物或者事件嘅即係個趨勢或者嗰個變化啦。咁所以咧就係2022年當嗰一年發生嘅所有嘢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嘅偶然嘅事件啦，而亦都唔應該係一個獨立嘅事件啦，而係過去一路牽引住走過必留下痕跡，即係你今天發生嘅嘢咧，同你以往做嘅所有嘢咧，全部都有關係。有啲人咧西方講蝴蝶效應有啲講話其他嘅咩效應，但係我就同大家講走過必留下痕跡啦。當年其實發生咩事咧？有好多黎智英案亦都有李家超嘅當選等等，亦都有國安法嘅即係立法之後1年2年等等啦。咁好多唔同嘅事發生嘅。當年2022年，咁但係當時咧就已經同大家講走過必留下痕跡。咁咧其實亦都當時咧亦都講咗少少咧，就話我自己呢度咧如果 follow 開內嘅觀眾朋友咧，就可能會聽過咁。但係其實我講過咩咧？就話2018年嘅時候咧。咁係即係當時咧係一個嘅，即係如果用農曆嘅曆法去講咧，就叫戊戌年。咁我嗰陣時咧就已經講啦，即係未來10年啦，可能講所謂嘅未來10年係咩咧？即係2018年至到2028年都好啦。即係未來呢10年咧發生嘅所有嘢咧，其實應該用2018年咧做一個小嘅起點，因為戊戌年咧喺中國嘅歷史上面咧都係發生咗好多唔同嘅事件嘅。咁你包括係即係呢一個嘅1958年1898年或者係1838年等等啦。咁你會發覺發生咩事啊？譬如1838年就係呢一個嘅即係鴉片戰爭嘅前夕啦，就係1838年啦。咁1898年係咩啊？呢一個嘅八國聯軍或者係即係清朝去到末年嘅時間嗰個嘅前哨嚟嘅。OK， 咁去到1958年又點啊？1958年就係呢一個文革或者係呢一個即係大饑荒嘅前哨嚟。咁所以你會發覺咧，即係去到戊戌咧，往往係呢一個嘅即係成個嘅歷史或者社會變化嘅其中一個嘅轉捩點嚟嘅。咁當時我就睇即係2018年發生咗好多事啦，當時嘅世界咁亦都即係有啲憲法嘅修改林鄭月娥嘅即係看似獲得重用等等啦，咁好多嘢喺2018年發生嘅。咁但係結果去到2018年之後，你會見到2019年嘅香港或者往後幾年香港發生嘅事，都喺2018年度係做一個嘅開端。咁所以咧，當時我喺即係講呢個嘅走過必留下痕跡嘅時候，有提過呢個戊戌年嘅。如果大家觀眾朋友咧有興趣，自己去揾翻OK。好啦，咁2023年講咩咧？馬太效應而家仲喺度重溫緊。OK 咁馬太效應係咩咧？當時咧亦都睇翻咧，就話原來我係講用經濟嘅角度講馬太效應，即係所謂嘅 Matthew Effect 啫。咁就係講緊經濟角度講，就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當年我點解會講呢句説話？就已經預示咗，或者已經即係大家已經預計咗㗎啦。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就係聯儲局會加息，就係咧。係加息嘅幅度同埋加息嘅速度，我嗰陣時都有講啦，係大家預期之外嘅
當大家即係無論喺開頭減息嘅幅度同減息嘅速度咧，都係大家預料之外。當佢加翻息嘅時候咧，佢嘅幅度同速度都係大家嘅意料之外嘅。所以你會見到一加慢慢加到去5厘樓上嘅。好啦，咁當時就講啦，點解會咁講咧？就係當你有錢嘅人咧，其實係會富者越富嘅，100億擺喺度，坐喺度都有5億嘅。咁但係貧者就係冇資產嘅時候咧，咁你加息咧對佢哋嚟講咧，資金成本嘅上漲咧係百上加斤嘅。咁所以當時咧講個咁嘅説話啦。好啦，去到2024年咧。就係咩咧？就係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啦。咁當然啦，即係大家亦都會知道啦，潛台詞係咩咧？The worst is also yet to come 啦。咁又話俾大家聽咧，即係應該即係唔係最情況最差嘅。咁當然啦，係講緊香港啦，講緊全球啊，定係講緊邊度咧？大家自己去詮釋啦。好啦，去到2025年咧，下幅圖啦已經係。咁下一幅圖咧就係2025年講咩咧？就係即係呢一個讓一切隨風嚇。咁呢個咧其實我自己聽翻咧睇翻咧就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嚇。即係2016年樹大招風嘅一套戲嘅片尾曲就讓一切隨風。咁如果大家咧有留意一啲文章啦，或者留意嗰一集啦，嗰集咧就係應該 Patreon 嘅短片嚟嘅，就話俾大家聽咧，好多嘢你會發生咗咧，其實係北風吹走我的夢即係就讓一切隨風。去到最後咧，你會發覺成個2025年咧出現嘅所有嘢咧，原來你都係唔單止係唔使驚因為驚都冇用，亦都唔單止係走過必留下痕跡，亦都唔單止係馬太效應，唔單止係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原來最後係讓一切隨風。咁好啦，去到2026年咁點咧？嗱，2026年咧，我哋睇下一幅圖咧，你都會見到嘅。見到就係話呢個嘅，即係我自己咧就好早已經講啦，即係未來嗰一場嘅金融風暴唔應該啦。97年嘅金融風暴咧叫即係就係叫金融風暴啦，係咪？咁2008年咧叫咩？叫金融海嘯。但係去到如果即係假設就 OK， 假設真係2026年真係有任何嘅金融風暴咧，我自己會認為咧係一場金融雪崩嚟。咁點解咧？就係話俾大家聽，沒有一片雪花咧是無辜的。咁所有嘢係一個疊加嘅效應。以前嘅世界講緊亞洲金融風暴，大家記得咧，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98年亞洲金融風暴嘅時候咧，美國都仲係有一個科網股嘅熱潮，去到99年2000年嘅3月咧，先至爆煲嘅。咁所以話俾大家聽咧，即係當時咧都仲可以切嘅，就話亞洲有亞洲嘅金融風暴，但係美國咧繼續係炒到爆煲嘅，炒到爆為止嘅。OK，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即係如果美國去即係出事嘅話咧，又或者全球即係開始有啲地緣政治嘅不穩定嘅話咧，其實係釀成一個嘅雪崩咧，係唔好話俾大家聽咧，即係同嗰樣嘢冇關，同呢一個嘅美國嘅即係林肯號冇關，或者同呢一個嘅即係中國嗰個嘅即係內需或者產能過剩冇關，或者日本同中國嘅即係爭執爭拗關係交互冇關，全部都有關係。咁所以咧，我先至會讓即係認為咧，即係2026年如果講一句説話到尾咧，就應該話沒有一片雪花咧係無辜嘅。OK，咁所以你會見到幅圖咧就 AI 做出嚟啦，當然係即係成個嘅即係雪崩咁當然即係左手邊咧，哇！偉大嘅祖國欣欣向榮咁 OK，咁但係當然陣間會講俾大家聽啦。咁右手邊即係做圖咧要小心啲，右手邊咧就係美國白宮或者係美國咪淪陷咧等等美元又倒台咧。咁我哋睇咧嗱，今次咧會同大家講啦，即係講下啲即係唔同嘅風險啦。講完唔同風險嘅時候咧，我哋最尾咧先揾埋阿 Sam 出嚟講啦。其實我曾經有一集咧，即係大家記得啦，就係好輕鬆嘅就係話咧四無齋吹 OK。咩叫四無齋吹咧？就係冇主題 ，OK，冇立場、冇方向同埋冇稿根。咁咧當然咧，即係我同阿 Sam 兩個咧都係吹水佬啦咁陣間會出嚟去講兩句，吹兩句。即係如果揾得佢出嚟吹嘅話咧，吹3個鐘頭都得嘅，我哋咁當然即係會睇下有冇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啦。好啦，嗱呢一幅圖咧就係金融雪崩嘅圖啦。咁究竟有幾多風險咧？封面上面咧，即係 Funnel 咧，亦都同大家講5大風險啦。好啦，我哋睇下一幅圖啦。咁究竟咩風險咁巴閉啊 ？OK， 咁你會睇到咧，下一幅圖咧係講緊呢一個嘅OK，咁2026年經濟雪崩嘅預警。
包括邊5個咧？我哋數咗先啦，跟住先逐個講。第一個，中國經濟同埋結構嘅調整，OK，危機咁當然房地產同埋嗰個嘅地方債連鎖反應啦。咁第二個咧就係 AI 嘅科技同埋投資嘅泡沫，OK，其實咧你會睇到咧紅色咧就係極高危嘅嚇。跟住咧就橙色咧就高度關注嘅嚇，紅色咧就高危嘅。咁當然啦，即係有啲黃色嗰啲咧就係呢一個嘅中長期嘅風險啦。咁所以咧嗰個就少啲嘅。好啦，第二個係咩咧？AI 嘅科技同埋投資泡沫啦。咁當然呢一個咧講咗好耐啦，尤其是咧舊年7月8月嘅時候同大家講，即係呢一個 AI 嘅人形蜈蚣。咁你唔好問我個泡沫幾時爆。但係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個風險正在不斷咁上升，尤其是佢哋進行緊1000億嘅人形蜈蚣嘅時候咧，你總有一天咧會發覺你食緊嘅嘢咧完全係毫無營養嘅，完全係假大空嘅時候咧，咁就係泡沫爆破一日。但係咧，又係嗰句啊，當SpaceX 同埋呢個 OpenAI 咧，或者係呢一個嘅Netflix 咧，都有啲大雕啊，準備收購啊，準備上市嘅時候咧，個市咧都仲係會喺度即係浮浮沉沉啊，唔會即刻冧住嘅。咁但係所以咧嚟緊越近2026年嘅中期選舉咧，先至風險越大嘅。咁呢個陣間會再同大家講啦。第三咧就係地緣政治嘅同埋衝突。第四咧就全球債務同高息啦。第五咧就係氣候環境同糧食嘅。好啦，我哋第一個咧就講下一幅圖啦。咁當然啦，第一個咧就講緊呢個中國嘅經濟同埋結構嘅轉型。嗱，其實咧成個嘅即係中國經濟咧，我都同大家講啦。嗱，基本上呢5個嘅風險咧，每一個咧都可以分一集出嚟講嘅。咁但係呢一樣到今天咧，就一個比較輕鬆少少，就同大家即係吹下過去啊，吹下未來啊。咁亦都同大家講下，喂，細細地去數下啲風險。同大家講下啲目錄出嚟先嘅，咁詳細情況咧，真係每一個都要講一集嘅。咁當然咧，中國經濟嗰個嘅同埋結構調整有啲咩？內需疲弱、人口結構轉變、房地產去槓桿化同埋產能過剩咧，都令到呢個嘅即係出口有壓力嘅。呢個成個嘅中國經濟咧，頭先講一集未必夠嘅，但係中國經濟而家面對緊嗰樣嘢咧，係一個幾明顯嘅疊加嘅風險嘅。譬如大家見到一樣嘢咧，房地產個泡沫爆咗，係咪即係等佢一路咁消化咧？其實我好早已經講過啦，即係房地產即係中國房地產泡沫嗰個嘅爆破咧，影響係可以用年或者10年去計嘅，因為咧當成個中國經濟過去30年咧，唔好叫30年，過去20年咧，其中一個龍頭。成個經濟嘅龍頭咧就係一個基建投資同埋房地產嘅投資嚇。咁呢一個咧，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咧，三頭馬車裏邊邊三頭咧就出入口啦，呢一個嘅基建同埋房地產嘅投資啦。第三個咧就係內需。咁三頭馬車就係拉中國嘅，咁美國嗰啲咧就一頭馬車嘅啫。咁嗰頭馬車咧6-7成咧就靠內需嘅，咁另外嗰啲科技啊、服務業啊等等啦，好多唔同嘅行業咧出口啊少啲啦。咁呢啲咧就同其他國家唔同，中國咧就三頭馬車，頭先講咗出口啦、投資基建啦、內房投資啦，同埋呢一個嘅內需。咁但係當呢一個嘅內房啦，或者叫房地產投資咧，係可以佔到 GDP 咧成30% 或以上嘅一個產業咧，突然之間去崩塌嘅時候咧，大家可以想像到佢要解決佢積壓嘅問題咧，並唔係1年2年可以解決到嘅。尤其是當你發覺咧，即係中國裏邊咧有60%嘅人鍾意將佢嘅儲蓄或者將佢嘅即係畢生嘅收入咧，係投放咗喺1層樓、2層樓、3層樓身上嘅時候咧，咁當嗰層樓嘅價格貶值超過50%、超過40%嘅時候咧，咁佢係會同一時間咧係會受到影響，甚至乎嗰啲嘅樓花爛尾樓，你收唔到樓，你淨係即係攞住一張紙又好，危樓又好咩都咧，銀行係要求你繼續去還嗰個嘅貸款，因為你係上咗身嘅，而唔同香港喂大佬，我爛尾樓我唔理啦，我破產啦，走咗去算啦，咁等等，或者即係叫做負資產咁啊算啦，咁嗰種，咁但係內地唔係嘅。就算你收唔到層樓咧，你都係要還錢嘅，因為銀行係唔會上身嘅。咁所以你會見到一樣嘢就係，當嗰個嘅房地產泡沫爆破，除咗影響上游咧，即係呢一個金銀銅鐵石啊、水泥啊、玻璃啊嘅
生產之外啦，咁你亦都會中游啦，中游就係嗰啲嘅房地產嘅興建啦、裝修啦等等即係或者叫做成個嘅建造業啦。咁第三個咧就下游，下游包括係咩咧？地產經紀，即係施永青10億都收唔到啊，等等，再加埋裝修啊、家電啊等等，咁你會可以發現咧，想像咧，成個內房佔中國咧嗰個 GDP 30%咧，並唔係講少嘅，亦都並唔係假嘅。OK，咁你會見到所有嘢之後咧，就係當佢係 collapse 咗，跌咗成50%或以上嘅時候，有某啲嘅地區跌得更加多啦。咁嘅時候咧，咁成個產業咧係陷入咗一個冰點，而呢一種嘅冰點咧，亦都可以令到嗰個嘅消費咧係迅速降級嘅。咁所以消費降級係咩啊？頭先同大家講咗就話，當你一個即係中國60%，即係一個普遍啦，即係講緊 big data 啦，60%嘅積蓄咧係攞去買樓或者供樓或者擺咗喺層樓度嘅時候咧，佢股票係少嘅相對上。咁你嗰個60%嘅積蓄係減咗係50%嘅話，即係等於變咗100蚊。擺60蚊落去，而家得翻30蚊嘅時候咧，咁你仲點會係好大額、好巨額咁消費咧？咁但係大家亦都即係要諗下一樣嘢，就話當佢嗰個嘅大額、巨額消費唔掂嘅時候咧，偏偏有一班中產或以上嘅人咧，其實佢冇受影響嘅，甚至乎佢未必有賣樓嘅，而佢即係相對上高消費咧，佢走咗去日本消費，所以咧，當中國同日本係關係唔好嘅時候咧。即係拒絕中國人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咧，其實係某個程度咧係會係變相喺呢啲聖誕節啊、農曆新年嘅時候咧係帶動到內需嘅，所以咧其中一個好基本嘅預測咧就話呢個中日關係嘅摩擦咧肯定會橫跨呢個農曆新年嘅，肯定會咁滯㗎啦。同一時間咧去到咩？去到兩會嘅時候咧先至再作檢討嘅。咁因為咧。中國當頭先講咗咧，就話房地產嘅崩塌影響到內需，影響到消費降級嘅時候咧，偏偏有一班人咧仲係有消費能力嘅咧，選擇唔喺內地本土度消費，而去外國，特別係日本等等啦。咁你可以想象到咧，成個日本2024年咧最主要嘅旅客同埋最主要嘅消費群咧，就係嚟自中國嘅，佔成20%或以上嘅。咁所以好啦，去到呢度咧，你就會見到咧，成個中國經濟單係內需已經出現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投資房地產亦都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啦。淨係三頭馬車裏邊咧，有兩隻馬咧係出現咗問題，流緊鼻血或者即係嘔緊白泡嘅。咁剩翻一個係咩啊？出口嗰個。咁當然出口嗰個咧，大家會見到一樣，咦？今年4月嘅時候咧，呢一個嘅即係美國出呢一個嘅即係地圖炮，全世界都要加關稅嘅時候咧，中國係成為人類歷史上面話宇宙上面咧第一個國家係可以順差有超過1萬億美元嘅，一年裏邊有1萬億美元，咁即係冇影響啦。咁當然大家要留意下，究竟呢啲數據係即係嗰個有冇水分啦。第二咧就話呢一種數據其實如果即係美國同中國關係一差嘅話咧，再嚟過嘅話咧，其實就會好容易係即係成個嘅即係貿易順差呢度咧係好脆弱嘅。咁所以當呢一個嘅10月9號嘅時候咧，10月9號、10月10號嘅時候咧，特朗普話喺 APEC 度唔見偉大嘅主席嘅時候咧，成個世界即刻係 collapse 嘅，即刻冧咗成1000幾點嘅恆指。咁呢樣嘢就話俾大家聽咧。即係中國喺出入口上面咧係高度敏感，而佢另外嗰兩隻馬，包括內需、包括房地產、基建投資嘅時候咧，開始慢慢地熄火嘅時候咧，佢更加需要靠呢個出入口。所以咧，話俾大家聽，成個中國經濟咧，出年係一個相當上敏感嘅年份。你話減息派錢嗰啲做唔做到咧？如果減息派錢，只會令到資金更加外流，或者出現通脹嘅壓力更加大嘅。咁所以另一樣嘢就係嗰個係一個計時炸彈，嗰個叫灰犀牛，嗰樣嘢叫咩咧？人口結構嘅矛盾。咁所以你會見到咧，當你老齡化加少子化嘅時候咧，面對緊嗰個嘅16至24歲失業率係接近2成，即係17點幾個 percent 嘅時候咧，咁你未來每一年都會出現呢一班人，而呢一班人咧，正係喺所有嘅歷史上面咧，所有嘅躁動不安嘅一群咧，即係所有國家裏邊咧最躁動不安嘅一群。咁你會發覺當你失業率咁高，當你即係經濟再差，當你呢一個嘅即係通脹壓力大嘅時候咧，係比較容易咧係
燃燒嘅一群啦，只能夠咁講啦。所以咧，成個中國經濟咧喺出年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即係關注點嚟嘅。好啦，加快個進度去講啦。好啦，第二個咧，你會見到下一幅圖啦。咁啊 AI 科技同埋投資嘅問題咧，咁當然啦，呢個咧大家要留意下咧，就話俾大家聽，成個嗰個嘅即係 AI 咧，其實咧算力嘅投入，即係大家呢個知嘅，大家算力投入同埋營運嘅收入咧就唔成正比嘅，投資回報咧遠遠低過預期嘅。咁但係而家大家不停咁喺度鬥嘅時候咧，鬥到咩咧？就係你即係產出，我去接受你嘅產出，跟住我嘅產出咧又成為你嘅營業額等等盈利等等。咁所以咧成個嘅即係生態咧變咗個嘅人形蜈蚣嘅循環，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好多嘅 AI 究竟佢嘅估值即係炒到咁高咧，仲係咪真係可以撐得住咧？當然咧 Google 嘅 CEO 亦都講過，即係當佢股災嘅時候咧，係冇一間公司咧係會冇事嘅嚇，即係所有人都會出事嘅。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我自己睇咧 AI 嗰個嘅泡沫喺2026年咧成為另一個比較大嘅風險，而呢一個嘅風險咧有少少似或者係會疊加到第四個嘅風險咧，有少少似咩咧？2007年咧 Big Short 嗰個嘅即係呢一個嘅基金經理咧睇淡嚇，但係咧佢可以去到2008年咧先至爆嘅，即係呢一種嘅問題，當大家見到所有問題都出現嘅時候咧，佢可以繼續夾到你7個一皮嘅時候咧，先至會出現一啲嘅裂痕，先至會出現爆煲。而爆煲嘅時候咧，就正正大家都覺得冇事嘅時候咧，先至出現一個比較大規模嘅爆煲。譬如而家大家見到甲骨文嘅 CDS 上升嘅，咁大家會唔嚟嘅，視而不見。亦都曾經出現過美國嘅地區銀行出現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盈利下跌啦，甚至乎出現一啲因為債券佢係錄得呢個 mark to market 嘅虧損咧，係令到佢嗰個嘅銀行個收入大減啊，或者銀行佢達唔到好多嘅指標嗰個嘅數據啊，或者個比率就達唔到啦等等。咁呢啲咧發生咗嘅。但係咧係冇人理嘅，因為個市繼續升。咁而呢一種咧，亦都喺未來2026年咧，成為咗大家會有機會攞翻出嚟嘅雪花嚟嘅。OK，好啦，我哋再睇下一幅圖啦。嗱，呢一幅圖咧，其實就地緣政治嗱，地緣政治嘅衝突咧更加容易去講啦。咁當然咧，點解容易去講咧？就話大家成日都諗，冇事嘅嗱，呢度講少少啦。嗱，所謂嘅赤馬紅羊咧，係包括呢一個月年啦嚇 ，OK， 月丙丁嚇3個年咧，即係講緊咧，即係呢一個嘅木加火啦、火加火啦，同埋火加土。咁如果用一個咧，即係金木水火土嘅循環去講，好容易啊！就係首先咧，我加啲木喺度咧，就燒旺佢。咁第一年咧就係呢一個木加火。咁第二年咧咁當然咧啱啱即係我哋如果燒個嘢食，你會知加咗炭落咧，味係好大火嘅。咁去到真係好大火。即係擺隻雞翼都3分鐘會燶嗰隻咧，咁就火加火，即係呢一個嘅丙午年啊 ，OK， 丙又係火午又係火，咁去到咧丁未年咧，丁未年就係話去到2027年啦，就係咩咧？就係火加土，咁大家會知道木燒完之後咧就會變灰，灰喺呢個金木水火土嘅五行裏邊咧係屬於呢一個土嘅，因為灰準咁啊落咗落土度咧，跟住又再成為呢一啲嘅腐殖質又好，即係呢啲嘅植物嘅營養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去到2027年咧就開始個溫度降溫啦，但係唔係話冇火嘅，都係降緊溫咁解啫。咁所以咧，如果你相信玄學嘅話咧，2026年咧，丙午年咧就係最大火嘅。咁最大火係會點啊？燒咩咧？我唔知。至於我好早已經講過啦，其實好多人計咧就計呢一個嘅。立春之後先覺得立春之後先計丙午，但係我自己一般嘅認知啦，或者係入氣等等咧，就係即係11、12月咧就已經進入咗㗎啦。OK，咁所以咧11、12月咧，你會發覺好多同火有關嘅。咁當然呢度就唔係話導人迷信，咁而係我自己純粹係一啲個人嘅分享啊。OK，咁好啦，咁究竟會唔會有啲咩擦槍走火咧？我自己預會有嘅，咁但係個規模幾大咧，我唔知。至於你話即係最大規模嘅南海裏邊最大規模嘅戰爭，或者會唔會演變成熱戰呢啲咧？我都係答唔到。OK，點解咧？我就係會話俾大家聽咧，即係由
即係成個東北邊開始咧，你都要留意住嘅。成個香港嘅東北邊，包括係南韓啦、北韓啦、日本同埋俄羅斯北方四島等等呢4個國家咧，都係要留意住嘅。咁當然你話關唔關中國事啊？呢啲咧大家自己去判斷。OK，起碼嗰4個國家咧，都會非常之搶口，或者甚至乎咧有一啲即係叫做擦槍走火嘅情況出現，一定會有嘅。咁但係會唔會去到好大規模咧？咁視乎將來嗰個嘅情況好啦，呢樣嘢就所以我會覺得好啦。當你發覺個市去到咁高，估值咁高嘅時候，有啲任何嘅風吹草動咧，又係會好容易會令到大家乘機做一個調整。好啦，咁呢個咧就係講緊地緣政治嘅衝突啦，同埋去到最後頭先講啦，就話中國同日本係有一個策略上同埋戰略上，佢哋要繼續係去嘈交或者不和，或者繼續去令到更加多人唔去日本而留喺中國消費。咁呢樣嘢咧就話去到1月、2月、3月咧都會繼續係處於呢一個狀態。所以咧，究竟會唔會到時咧，開始有啲咩事情發生啊、失控啊？到時咧，大家會自己留意到。好啦，去到下一幅圖啦。下一幅圖係咩咧？下一幅圖咧就係呢個咧有少你見到咧佢係高危，但係你見到咧呢一個咧其實係灰犀牛嚟嘅。咩叫灰犀牛咧？就係全球嘅債務同埋高息嘅環境。咁你話唔係減咗息㗎啦咩？可以話俾大家聽咧，由5厘減到去3厘5度咧，其實係減咗息，但係佢比起零，比起以往都仲係高息。而呢一種高息咧，我亦都同大家喺呢一個加拿大樓市嗰一個嘅短片度咧，好似上個禮拜定前個禮拜都講得好清楚，就話俾大家聽咧，2020年到2021年咧係非常之低息環境，係0至到0.25厘左右嘅水平。而過去5年鎖定咗一個嘅債務，鎖定咗個債務嘅時候咧，就係去到2025、26年咧，係要開始陸陸續續 renew 嘅。咁所以咧，2026年咧，其實係一個債務重組嘅高峰期嚟嘅。就話當你2020年做咗一啲5年期嘅過渡貸款嘅時候咧，去到2026年咧，唔可能再享有0.25或者接近0嘅低息啦。咁你會見到一爆翻上嚟，咁就算佢2026年減息都好啦，都係3厘樓上啦。呢個咧就講緊嗰個嘅債務同埋高息嘅問題。我哋可以睇下一幅圖咧，你就會見到咧就話俾大家聽，呢個係咩啊？呢個係2022年嘅2026年嘅12月，話俾大家聽啦。嗱，而家咧就3.5厘至到3.75厘啦，但係咧去到2026年嘅12月啦，因為時間關係一次過用12月啦，你會見到咧佢嗰個利率咧其實叫做50%樓上啦 ，OK 差唔多50%樓上咧，其實係處於3厘至3厘25樓上嘅水平。即係話俾大家聽咧，2026年咧成年咧有機會咧只係減2次即係有機會只係減半厘。咁換句説話俾大家聽咧，即係大家憧憬去到2厘甚至乎1厘嗰啲水平咧，大家唔使諗啦。尤其是佢喺關稅戰嗰把刀上面咧，佢唔知幾時會有一個嘅，即係第一就產業碎片化啦，第二就係嗰個資金鏈或者物流鏈咧係斷裂啦。咁佢對於好多國家，特別係美國嚟講咧，佢唔可能完全係過分地減息，因為到時係會引發一個比較嚴重嘅通脹。而呢一種嘅通脹咧，其實即係美國而家3厘樓下，即係3% 樓下通脹率咧，係主要完全建基於一個石油嘅不尋常地係去處於60蚊樓下嘅。如果石油夾翻上去70蚊，甚至乎80蚊樓上嘅話，美國嗰個通脹可以升得好快。而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咧，聯儲局咧好難喺現階段咧大幅咁減息，減到去3厘、2厘樓下。所以而家呢一幅圖咧係話俾大家聽，去到2026年咧都有50%機會咧係處於3厘樓上嘅。好啦，咁2027年點啊？睇下一幅圖就睇到啦。咁當然啦，呢一個圖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完全係一啲即係喺今天嘅預測嚟嘅。咁佢不斷咁會變嘅。咁但係起碼我哋今天嘅預測咧攞嚟俾我哋做參考就係咩咧？2027年12月咧就12月係8號係會最後一次議息，即係2年之後咧。好啦，大家會憧憬睇下2年之後，原來都係仲係講緊咧係60
28、63至差唔多65%嘅機會咧係3厘樓上嘅，甚至乎咧比起2026年咧仲多咗嚇，即係話俾大家聽，當你憧憬2026年咧係減息嘅時候，原來話俾你聽有50%樓上機會咧係處於3厘樓上嘅。咁去到2027年，咁可唔可以減息啊？對唔住，話俾你聽係65%咧係處於3厘樓上嘅。即係換句説話，話俾大家聽，當大家諗住呢段時間咧係我又要 renew 個息口，咁究竟未來個息會唔會跌啊？我用浮息得唔得啊？對唔住，原來你見到咧，起碼2026、2027年咧嗰啲息率咧都係處於3厘或以上嘅機會好大嘅。好啦，咁你話會唔會真係減息？如果而家處於3厘咁長時間出現3厘或以上嘅話，突然之間一減到去2厘樓下咧，即係等於經濟出現一個崩塌嘅情況，或者出現一個災難性嘅情況咧，到時先至會減到2厘樓下。咁大家會唔會想見到呢種災難咧？嗱，頭先已經講咗幾樣嘢咧，去翻下一幅圖啦，你可以望到先。嗱，下一幅圖咧，你會見到咧，就係講咗咧 A 第2、3、4咧，包括第一咧，中國經濟嗰個嘅壓力啦，壓力煲究竟幾時爆咧？唔知。咁啊 AI 科技同埋投資泡沫啦。第3個咧就係地緣政治啦，第4個就係全球債務同埋息率啦。其實每一個咧雖然可以落開一集，但係大家會見到咧，就咁侃侃而談咧，溝埋一齊嘅時候咧，咦？似乎有啲又係嗰句啊嚇，大家好中意呢一個嘅即係諾貝爾經濟學獎啊，即係好中意講嘅。就係嗰個完美風暴，咁你話究竟會唔會2026年出現完美風暴啊？唔知 ，OK， 因為咧而家我講嘢即係唔會講到咁實嘅啦，亦都即係大家冇乜咁嘅必要咧講到咁實。但係呢一種咁樣嘅Do Re Mi Fa So 即係一路喺度講咧，我哋一路講喺度加咩？好似一根稻草一根稻草，嗱呢一根稻草俾你啦，呢根稻草俾你啦，呢一隻駱駝你自己幾時捱唔到唔知嘅，但係我就係話俾你聽，有一根稻草喺度，大家自己留意；有一根稻草喺度，自己留意。咁當然啦，去到最尾嗰個氣候同埋糧食嗰啲咧，就係即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年年都有噶啦，呢一個氣候同糧食，OK 年年都會有嘅。咁就話俾大家，即係極端天氣，但係咧有一樣嘢咧係要大家留意住嘅。而呢一樣嘢留意住咧，其實就幾尷尬，就係講緊嗰個咩咧？就係嗰個天災，OK。咁咧亦都唔怕同大家講啦。我哋有一個嘅系列啦，就係 for Patreon 優先睇。咁而家最近亦都公開咗，就係嗰個亡國經濟學。咁其中一個亡國，以往歷史上面唔係今天咧，就係天災亡國嘅。因為天災冇得預計，好難預計啦。咁而家科技就可能好啲啦。咁佢嗰種係咩咧？即係冰河時期啊，或者係呢一個嘅里斯本即係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啊，等等好多唔同嘅天災出現。咁而家你會見到究竟嚟緊2026年有冇啲咩天災，或者有冇啲比較相對上比較人難以預計嘅災難咧？有咁嘅機會，而呢一種咧，即係大家就見到啦。當然咧，氣候環境糧食等等呢啲咧，係其中一個長期關心嘅。天災咧，亦都係長期關心，但係你又冇得預計嘅喺 standard deviation 裏邊咧，你都唔知擺幾多 percent 落去預計佢有天災好嘅。OK， 就算日本嘅專家南海即係呢一個嘅南海海槽裏邊咧，都話俾大家聽，未來30年9級地震以上咧，係超過30%都好啦，都係30年嘅，你點預咧？咁所以話俾大家聽，夾埋埋咧，就係講緊成個2026年咧，有機會即係大家應該要留意住嗰5大風險。OK，咁一次過一口氣一輪嘴咧，咁就同大家爆晒，就唔飲水住，直至到而家講晒咧，先至揾阿 Sam 出嚟咧，就係飲水，跟住咧先至去同大家即係四無齋吹，咁講幾句嘅咁可以揾埋阿 Sam 出嚟啦。嗱，大家記得啦就係話整翻我大個頭啲先，大家記得咧，即係我哋咧每一年咧都有講呢句嘅。我睇翻咧好有趣，睇翻以往咧就係講呢啲咁樣嘅，即係每年講一句咧。而家咧係去到大家咧會想問，喂，究竟即係2026年嗰句係咩啊？好多 VIP 嘅朋友問究竟即係我跟住喺度諗，我真係未諗到咧，我真係未諗咧即係我亦都唔係同大家即係講，但係咧我
我自己啊個人嚟講幾中意呢一句嘅嚇，即係冇一片雪花咧係無辜嘅嚇。咁當然啦，呢個又與大相關，大家即係留意啦。但係咧，即係呢個雪花咧就話俾大家聽，當2026年假如啦真係有雪崩、金融雪崩嘅話咧，其實係一定係所有嘅原因咧都有關係，係疊加嘅，包括係高息啊。包括係債務危險啊，包括係嗰個估值過高啊，包括係地緣政治啊等等。咁當然天災就未必有關啦。咁但係你會見到所有嘢頭先講嘅一二三四五或者即係長期嘅經濟結構啊或者灰犀牛啊都係有關嘅。咁會唔會喺2026年發生？我唔知嚇。我而家講得好保守，因為冇可能知嘅。如果我知嘅，我係唔會應該坐喺度。我係曾道人 ，OK 六合嚇。六合神算曾道人嚇，尤其是呢一個嘅加拿大嘅649嚇，即係8000萬加持嘅時候，係啦8000萬彩池嘅時候咧，即係我知道咧，我係唔會同大家坐喺度同大家喺度講嘢嘅，OK？咁但係當然啦，我都係嗰句，中咗六合彩我都會翻工嘅，大家放心嚇，我係唔會都係做嗰件牛幾粒記，係啦，我都係會翻工嚇，都係翻工。咁不過睇翻你頭先講早嗰幾年，即係其實都話就話好 mild 嘅，其實都冇句號嘅。跟住之後，你而家2026年咧都冇好難樂觀，反而最擔心係食全餐咯。頭先你講嘅所有嘢，食全餐就大鑊。係，即係最驚係呢啲啫。即係而家就話俾大家聽，即係成個世界就係但係我睇翻咧過去咧，我都係衰嘅，我都要俾人抵打啊！即係我呢啲咧就係保守型嘅投資者，或者保守型咧就好多嘢，就好多嘢咧，睇到個風險喺度。但係咧呢樣嘢咧，恰係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你淨係睇好嘅。出邊大把啦嚇，大把啲咩東升西降嗰啲大師傅啊，就話俾你聽正啊 good 啊衝啦咁樣。但係咧，我就會喺隔離咧，喂望多兩眼啦，有份合約喺度望多兩眼，有冇風險先啦。我就係做隔離嗰個醜人嘅 ，OK。咁所以咧，大家有陣時聽開呢條頻道咧，可以自己去平衡下。就喂，講到2026年咁衰，唔係喎。施永青講樓價升80%喎嚇，咁樣啱啊！你信佢啊？係即係，所以咧就同大家講攞個平衡。當你施永青又講樓價升80%，嗰度又由治及興，嗰度啊即係執幾間鋪開翻好多間鋪啊，唔驚嘅時候咧，咁有個人走出嚟同我講，唔係喎，望多兩眼好喎，OK，咁嗰個咧就係即係小弟嘅角色啦。咁所以睇翻佢哇大佬，咦仆街啊！原來我過去咁淡嘅咩？咁多嘢咁衰嘅咩咁樣？咁但係咧的而且確有佢嘅必要性嘅。冇㗎，醜人嘅嘢冇嘅，做咗唔中意咪唔做咯，係咪先？咁但係我哋呢條台都好多年啦，係咪都即係都有幾年嘅日子㗎啦。即係呢幾年嚟，事實上個大環境係幾多人講到幾咁好都好啦。事實係咪真係有咁好咧？咁其實大家心中有數啊。所以點解阿租今日即係回顧翻睇翻話，過往嗰幾年講緊啲乜先？即係正所謂你要攞我棚牙，你都要睇睇我過往嗰棚牙仲喺唔喺度。咁其實的而且確都仲喺度。同埋我諗26年都太多不穩定性嘅。就算唔好話，如果話講到食全餐就太慘啊。就算你是但開幾飯啊，你其實都可能都會令到出年嗰個形勢會比今年更唔樂觀。咁所以種種嘅加埋底下，我諗到大家都好好地過埋呢個除夕夜啦，跟住之後就新年啦，新一年年年都係咁講㗎啦嚇，年年都係咁講啦。咁當然即係有聽VIP 嘅就知道買金嘅重要性啦。當然係咁啊！大家如果想加入我哋嘅 Patreon 嘅話咧，就喺逢星期一溫哥華時間朝頭早9點半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嘅 Q&A 嘅時間俾大家可以問多啲唔同嘅問題嘅。咁嗰個加入嗰個連結就喺下邊個描述欄一撳入去就得㗎啦。咁啊，今日就2025最後一集啦，即係叫做 YouTube 公開嘅最後一集啦。咁啊，祝大家新年就腳踏實地，順順利利，係啦，最緊要唔好太多行差踏錯嘅嘢就最好㗎啦。係啊中六合彩係中六合彩，個個都自救。 OK，呢個係自救嘅最好方法。好，拜拜，下次見。